台电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，有环保团体今仔指出，讲有台电内部人员提供资料，指控台电针对协和电厂土木污染的调查，甲过去的调查比起来先增加11个污染超过标准的地点，呼吁台电得爱承认污染的事实，嘛要求基隆市政府得爱公告土木管制区。市政府是表示讲会依照规定。公告协和电厂是污染控制的场址，嘛要求讲，得爱提出污染控制的计划。大声喊口要求贵人市政府爱关心民众的健康，公布台电协和的场址土木污染状况。环保团体举行记者会，强调台电协和4接开发案虽然伫争议声中通过环评，不过根据台电分别的人所提供的资料，台电的场址土木污染自主调查和早前的资料比较。新增加11个污染超标点，亲像废水处理厂就新增加5个点，呼吁台电来承认污染的事实。你就可以想象得到，整个协和协和电厂高达60公顷的面积当中，一定是有高度比例，其实都是进行受到严重的土壤污染。台电现在对于自己内部的调查，它是高度机密，它就是很怕外流，很怕别人知道。可是我们认为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，因为污染不只影响你台电，污染有可能影响到基隆的市民，影响到国民健康。环保团体认为，贵人市长谢国良北强调讲，要组织市府的专案小组严格监督。结果市府抽检9个点，有3个点的土木污染超标，明明污染严重，台电却伫环评内底用1个点证明无污染，推论规个厂区拢无污染，安尼差伤多，呼吁市政府爱依法行政，甲场址公告做土壤管制区。用市政府的环保局都有进来嘛，所以我们是根据主管机关还有地方政府他们检测的结果，那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些应用的措施，我们会去配合啊。台电回应讲，台电会全力配合主管机关照调查结果所做相应的指示。市政府强调讲，检测了确认超过土壤污染管制标准，会照土污法的规定，公告协和发电厂是污染控制场址，要求提出污染控制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